大家好，我哋而家係做一套係坐站伸展操，係好短嘅啫，5分鐘。我哋先係做坐喺度嗰 part 先嚇。好啦，大家坐得耐咧，啲長者坐得耐咧，都需要係伸一伸隻腳先嘅。咁首先我哋喐一喐我哋嘅左腳，提起隻左腳，等一陣間放低，跟住右腳，重複一次，左腳。右腳，好啦，跟住拎起隻左腳，用個腳踭用力硬出去，收翻埋嚟放低。右腳，腳踭用力硬出去，收翻埋嚟放低。左右重複一次，左邊，右邊，好啦，跟住呢次咧拎起，繃直嘅腳面，好似跳芭蕾舞咁伸隻腳出去，放低。右腳放低，重複一次，左腳、右腳，好啦，將我哋嘅左腳提起，將我哋嘅腳踝係轉圈轉5個，1、2、3、4、5，相反方向2、2、3、4、5，右腳1、2、3、4、5，2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伸我哋嘅手，左邊、右邊、左邊，重複一次，右邊，好啦，扣實手，伸上去，做一個側屈。跟住翻中間，跟住右邊，翻中間，左右做多一次，翻中間，右邊，翻中間，跟住唔係側屈啦，係轉去左邊，跟住翻嚟中間，右邊。翻中間，重複多一次，左回中，右回中，好，放低隻手，跟住做我哋肩膊啊，提起肩膊向前、向後、向下，第2次，3、4、5。相反做5次，2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到條頸啊，將個下巴貼住個身體，抬高頭向前向下落，做5次，1、2、3、4、5，相反方向。2、3、4、5，好，將左邊耳仔放落左邊膊頭，隻手輕輕壓落去 ，hold 住，翻中間，跟住右邊，重複一次，左。右，好啦，跟住我哋起身，企去凳嘅左邊，扶住張凳下，提起隻腳，打開，放低，第2次，3、4、5，相反方向，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我哋嘅凳嘅右邊，提起我哋嘅右腳，1、2、
3、4、5，相反方向，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凳嘅前邊啊，擺隻手，慢慢曲腿落，唔使太低嘅，1、2、3，好啦，跟住嗰3下起身嘅時候，加埋個腳踭離地，1、2、3，好，收返埋少少下，將個手掌向前，前臂同手掌成90度角，指尖相對，打開，跟住向上去頭頂，轉個掌根向前落，第2次。3、4、最後一次，5、並步，多謝大家。